喺鬱鬱蔥蔥嘅叢林深處，一種古老獵手靜靜隱藏喺綠葉間。佢獨特身形同完美偽裝，令佢成為環境中嘅無形存在。望落平靜優雅，但呢份平靜背後，潛藏住最原始、最冷酷嘅殺戮本能。每一次頭部輕微轉動，都係為咗捕捉下一個犧牲品而做嘅精準計算。呢種等待，係致命嘅前奏。當一隻唔為意嘅飛蛾闖入佢嘅狩獵範圍，空氣彷彿凝結。時間喺呢一刻，好似被按下慢播掣，但對螳螂嚟講，一切都喺千分之一秒間發生。佢嗰兩把鋸齒狀捕食鐮刀，會閃電般咁彈出，精準無比將目標牢牢鎖死。呢種無與倫比嘅速度、力量同埋精確度，令佢冇可爭議地坐穩昆蟲界頂級掠食者嘅寶座。當一場殘酷嘅捕食戰塵埃落定，周圍再次歸於平靜，但一切已唔同。大自然法則，殘酷而直接，優勝劣敗，適者生存。螳螂，呢個天生嘅冷血獵人，每次出擊都係對生存藝術嘅完美演繹。佢嘅存在，時刻提醒我哋，生命有幾脆弱，亦有幾頑強。喺呢個生命循環入面，螳螂正正係最傑出嘅戰士之一。